正选战的期间，候选人穿伫身躯顶的迄领外套夹克，嘛是注目的焦点。这个韩国瑜顶迄个伫新北市的造势大会第一届所穿的迄领钢铁 H 的夹克，有真侪人问买。啊，那民进党嘛有一领护国宝台的飞行的夹克，但是红讲是抄迄个韩国瑜的。当然，民进党是强力来反击。另外，这个蔡电影阁来公布着竞选的歌曲。 总统撰文第二批竞选歌曲，甘愿选择台湾在地灭火器乐团来制作。我们跟你一样，想改变台湾。时代力量公布最新的竞选影片，强调公平正义改变台湾，甘愿用感性为诉求，行温情的路线。那咧上方竞选的战袍，拢是选飞行外套。帅，是记者。国民党胜利！ 韩国瑜甲边的党内大佬，包括吴敦义、马英九、朱立伦，拢换深蓝色的飞行外套，一个 H 代表韩国瑜，结合国旗色水战术甲钢铁英文，要带国家重新齐备。 原来讲是抄韩国瑜第年这领民进党飞行外套，其实早伫9月份就公开啊，用辣叶甲玉山代表蔡英文要保护台湾。两领飞行外套拢真好看，这个韩粉、英粉拢是袂买，到底是什么人先做的？他们就是趁着韩国瑜这次夹克受到非常高度空前，大家抢购，跟着来做跟风嘛。我现在手上的订单就即将有50件了。 还不够红吗？选举靠选举手外套也不会赢。那证件拼关键，连竞选的衫裤嘛都要分出胜败。